如果阿佬咧問大家識唔識一個叫湯應生嘅人咧，可能大家都比較陌生啲，係唔出奇嘅，因為事關咧呢個人咧係一個台灣人，咁但係咧喺台灣史上嚟講呢，呢個人係一個好經典嘅人，佢咧係台灣戰後史上咧最年輕嘅一個執行死刑犯。歡迎嚟到 YM 生活台，我係 YM 阿佬啊，今日係奇案系列，咁我哋咧要講一單咧滅門慘案啊，奪咗3條人命咁啊！依個年僅得19歲嘅少年呢，點解會令到咧台灣嘅勞工體制咧，因為改變亦都改變咗族群歧視嘅問題，帶來咗制度上嘅改變？我哋一齊睇下究竟發生啲咩事。今集嘅當事人叫做湯應生，咁啊係台灣阿里山嘅鄒族嘅人，舊時叫做曹族。犯案嗰陣時係得18歲嘅啫。佢唔係大家想象入邊呢一啲遊手好閒嘅問題青年，相對嚟講咧，佢係一個即係比較有為青年嚟嘅。其實佢係咧嘉義師專嘅公費生，如果順利畢業嘅話咧，佢本身咧就可以做到老師，係一份咧正職穩定嘅工作。但係大家要明白咧，當時嘅社會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咁，你肯讀咧就得俾你讀嘅。咁啊，因為咧佢家境清貧啊，喺鄉下咧收入有限，屋企咧又要靠佢揾食。為咗幫補屋企咧，佢就儲咗一筆學費，佢決定咧暫時停學，隻身咧離開咗阿里山，去到台北揾工。咁啊，對一個喺呢個鄉村出嚟嘅少年嚟講，台北呢啲咁嘅大城市，當然咧五光十色，以為可以咧靠自己雙手可以揾到錢。於是咧佢透過一間湯應生咧都係一啲好積極嘅人，咁於是咧就好快咧喺呢個求職廣告入邊揾工，好快都揾到一份咧佢以為咧係好嘅工，點知悲慘嘅只係開始。黑心中介咧，除咗收咗佢介紹費之外咧，仲扣佢嗰張身份證，等佢咧冇得再去其他地方揾工。咁啊，但係都有幫佢安排工嘅。咁啊，去咗台北一間洗衣店，老闆咧就係呢個彭喜恒，即係今集嘅其中一位受害者嚟嘅。我哋睇下點解發生啲咩事。當湯應生咧入到去呢間洗衣場工作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喂，廣告講嘅同埋現實生活咧有好大嘅落差喎。第一，呢個身份證咧俾老闆扣起咗，冇身份證，咁你去邊度都做唔到啦，轉唔到工啦，甚至連最基本想離開台北都做唔到，變相一種軟禁。第二，工作時間長到離晒譜，每日由朝頭早做到凌晨，一日可能做緊17個鐘左右。有急單嘅時候，半夜都會俾人吵醒開工，休息嘅時間少到差唔多冇得再少。打工啊，梗係要講人工啦。人工嚟講咧，就完全係老闆話事。做咗8日之後咧，湯應生計過自己人工，點知老闆咧將啲介紹費啊、住宿費、雜費咧全部扣晒，唔單止咧冇人工收，湯應生啊反嚟咧爭咗老闆錢，呢樣係最離譜嘅一件事。除咗冇人工收啊，要調翻轉爭佢錢之外咧，另一個就係一個種族歧視啊！佢對咧用番仔個字咧形容佢呢啲咁嘅原住民部族嘅一啲低落嘅形容詞，形容佢又睇唔起咧佢喺啲村落度出身，少少做唔好嘅事咧就大聲辱罵。咁啊，淨係幾日咧，湯應生咧已經身心俱疲，佢唯一嘅願望就係快啲辭職，拎翻自己張身份證離開呢個鬼地方。但每一次提出呢個老闆都係拒絕，仲會奚落佢。喺案發前嘅一晚，湯應生呢就心煩意亂，就去飲酒，情緒已經去到崩潰邊緣。於是呢件悲劇呢正式進入咗倒數階段。1986年1月25日嘅凌晨，瞓緊覺嘅湯應生被老闆彭喜恒又再嗌醒，要佢即刻幫手處理一張急單。飲完悶酒諗住瞓下覺嘅湯應生呢，俾人咁樣吵醒，梗係唔開心啦。聽到老細話要我咁樣講開工，於是呢，湯應生就話我今次要辭職，要攞翻張身份證。但係呢個老細呢，唔單止唔肯，又再次咧講一啲咧侮辱嘅說話，雙方咧就開始慢慢口角，繼而咧肢體衝突啦。當時情緒完全失控嘅湯應生咧喺現場咧揾到一個拔釘器啊，掹釘嘅器，一嘢咧就剝落彭喜恒度，彭喜恒當場咧就身亡。
咁因為嗰啲衝突嘅聲咧就太大聲啦，就嘈醒咗呢個老闆娘黃玉琴。黃玉琴咧見到咁樣咧就衝上去勸阻，同樣咧亦都俾呢個後生仔湯應生咧就加害咗。至於屋入邊咧有一個得2歲嘅細路女咧就被嘈醒咗，咁見到地下滿即係晒啲血啦，咁啊見到爹哋媽咪咁樣就大聲叫。驚慌之下咧，湯應生咧為咗唔想咧嘈醒咗其他隔離鄰舍引發問題，於是咧佢將呢個2歲女童咧都一同咧解決。就係咁咧，短短幾分鐘咧，一家3口就喺個世界上消失咗啦。殺完人之後咧，湯應生咧開始恢復翻佢嘅理性啦。佢於是咧就清醒翻，開始清理咧身上面嘅血跡，攞翻自己張身份證先，拎翻走銀包同埋少量現金，離開個洗衣店，走到佢表哥嘅屋企咧避風頭。件案件咧就發生喺凌晨嘅，咁經過1日嘅折騰咧，最終佢決定揾阿哥咧陪佢去報警啦。案件喺1月25號發生，喺同年嘅3月咧就一審咧就判決湯應生咧被判死刑，剝奪公權終身。咁啊，其實辯護律師咧係曾經作出好多求情嘅理由嘅，包括咧就係長期勞工剝削啦、持續嘅種族羞辱啦、長期嘅睡眠不足，甚至案發前飲過酒，事後完整咁自首，都希望咧法官可以從輕發落，體諒悲劇背後嘅處境。但係經過上訴之後咧，2審都係直接駁回全部嘅辯護理由。法院認為咧湯應生精神係完全正常，自首嘅情節係都唔足夠咧判佢可以減刑。嗱，呢個上訴結果一出咧，就震動咗成個台灣嘅社會，天主教會啦、大學教授啦、作家啦、記者、9大嘅原住民族嘅代表，超過100位社會人士聯名上書向當局請願，希望咧唔好執行死刑住，重新審視案件嘅背後嘅種種社會問題。當時普遍嘅台灣民眾咧唔係覺得湯應生冇問題，只不過咧係覺得唔應該咧將所有呢啲責任咧歸咎晒落一個年青人身上，希望咧查明成件事咧究竟係咪有啲背後有啲剝削同埋歧視嘅體制令到佢做出呢件咁嘅事。可惜嘅係咧，任憑咧當時台灣社會嘅強烈要求暫緩呢件事，但係最終咧都冇咁樣做到。1987年嘅5月15號，當時年僅19歲嘅湯應生喺台北嘅看守所被執行槍決。喺臨行刑之前，佢拒絕麻醉，正式自己面對自己嘅刑罰，負上責任。雖然湯應生已經係被執行處決，但係佢後續嘅餘波係未完嘅。就住佢呢件事咧，台灣當局就嚴打呢個黑中介嘅行業。從此以後咧，扣押求職者身份證啊，變相勞役勞工嘅做法咧，會受到嚴格監管。底層勞工嘅權益咧，自嗰次之後咧，就得到一啲改善保障。原住民嘅權利亦都向前邁進咗一大步。帶有歷史歧視嘅吳鳳鄉咧，正式改名為阿里山鄉。曹族咧正式正名為鄒族。社會開始正視咧長久以嚟咧對原住民一啲刻板印象同埋污名咧都得到改善。仲有就係咧，大眾開始討論啦，原住民咧青年外出啊，到即係啲城市打工，面對困難，陸續推出一啲就業輔導啊、保護政策。雖然咧湯應生咧就殺咗3個人，好殘酷，咁但係咧佢都負上咗佢責任。從此亦都因為佢咧得到一啲勞工福利嘅改善，咁啊都係一個幾諷刺嘅一件事嚟嘅。今集咧就講到呢度，大家有咩睇法咧？歡迎喺討論區同我分享留言。亦都喺度咧，我都呼籲，如果有能力嘅人士咧，歡迎咧，除咗訂閱啊、加入翻會員之外咧，亦都可以咧，根據翻轉數快啊、PayMe 啊、Alipay 啊或者 Buy Me a Coffee 咧，贊助下小弟呢個頻道，多得善，少少無拘，1蚊都歡迎，多謝晒大家嘅支持，下條片再見，拜拜。